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來嘅我係吳一勇。今日我哋呢來賓呢，伊所做嘅事情吼，更加其實算真蠻實行，因為更加大家如果講手工，而且個手作各有溫度，還個講求田野，伊提做嘅如係一件事情哦，我哋會分享嘅係一個手工飯店，還個田野手作嘅一個公司總義，分享總義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夏日甜橙手作坊的负责人张如。李总分享，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客语讲得有点可爱。谢谢。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客家的渊源是黑爸爸妈妈还是哪个？是我的阿婆，她是蛮暖的客家人。哦，阿婆黑蛮蛮的行业。对。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远。对，然后小时候都没有讲，是到去年。我的小儿子他读的幼儿园的老师是客语讲绘本的老师哦因为我平常会去那个幼儿园当志工妈妈，教他们做精油皂，然后老师就觉得我很有热忱，也很有才艺，他就说：“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跟他到那个竹田的那个客家文化中心那边一起教妻子手作这样？”那你小时候，晚些时间提供自己有客家的血统吗？小时候会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刚刚黑马个时间让抵，什么时候才知道的？就是到国中吧，就是阿嬷有时候骂我们的时候用客家话，我才知道。哦，嘿哦，刚刚黑在潮州台耶，你在潮州长大？对。哦，潮州，刚哈唐姆都好发好像听不到客语，附近很少，几乎没有。小时候只知道去万峦吃猪脚而已。万峦可能很多。你那时候知道，有意识到可以偏。因为阿嬷有带我去看她的弟弟生病的时候，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们都讲客家话，我都听不懂。哦，对，所以那个印象就只有那个去拜访，阿婆的弟弟哦，然后还有阿婆骂你的时间。对，我用好吧。可是你们不是听不懂吗？可是他的口气就知道是在骂我，我都抢提供可以骂你。对，哦，古时候贵种如有英雄，有客语、客家话一件事情，然后等都会更加因为儿子，因为来耶，对，好，然后跟客家好像有点重新连接，对，在连接呢。好，刚刚你给我们列入我访问你的故事啊，要访问你的故事，然后也很想要知道是你怎么会接触到手工皂。因为你在做这件事之前，你不但还做马个条路，你本来是做什么工作？我就是嫁给我先生之后我身体比较不好，我已经休息了4、5年，都在家里顾小孩，没有出去上班。那在这之前呢？之前都是做服务业，做门市小姐。哦，对，哦，然后你说结婚过还有身体够唔好，所以我就是因为就是生完小孩更不好，因为小孩就是喂母乳嘛，然后免疫力下降，然后皮肤就被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还严重到有时候都半夜要去挂急诊对啊，非常困扰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结果我妹妹她就看我这样，就于心不忍，就给我一块母乳做的手工皂。然后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天然又温和的东西？然后就想到说，哇，原来清洁的东西也可以这么的温暖。然后我就想说，就开启了我想研究手工皂的契机。对啊。故说一回是黑，我们拿本你用，拿给你用。那它真的是会改善，我有改善的哈。应该是说，也有吃药，也有擦药，但是医生也是有建议说。建议使用比较天然不刺激的清洁用品，这样子。一开始你可以用到，然后医生也建议我用过田野那东西。对，像我这种比较懒死的你，就会想讲刚才已经买入货呀，我去买就好了。你怎么会开始有那个动机说，我要来学做看啊，我要来学做看看？就是因为我自己洗了之后，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我先生就说。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你就先去学看看。然后一开始我是去救国团，然后学了半年，然后他就说：“那你学的怎么样啊？”我就说：“
很有兴趣这样。他说那有兴趣你再去报名啊。我就说可是我觉得会花钱啊，因为就是他甘霖的本性真的是比较节俭这样。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付，你赶快再去学这样子。对，故说其实嘿老公会支持你，对，很鼓励你去。对，而且那时候其实我生完小孩有一点产后忧郁症。对，然后他看我学得很快乐，也比较不会打电话去他上班打电话去闹他这样子。然后我的重心都在手工皂，而且我在做手工皂的过程中，看着皂液慢慢的变化，然后加入香氛，它的那个皂液慢慢散发出来的时候，那个过程让我的心很平静，也让我的身心灵得到了疗愈。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设计课程，然后招生，后来教手工皂，就从使用者，然后变成自己做，后面更成为了讲师这样。那个历程有一句啊，如果开始去学，一直到你变讲师，这个大概花多久时间？差不多有2年。对，因为中间如果你要自己做自己卖，就是要符合那个卫生局的检验，要免工厂登记。对。咁谈起来，其实用生人的家下，很辛苦呢吼。就是你生完小孩那一段时间蛮辛苦的。对啊，都没有帮手，然后所以我才接触到手工皂。我发现它可以帮助到我自己，也可以帮助到别人。因为就是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啊，叫静静，然后她也是跟我一样生完小孩，然后皮肤就是也是过敏的很严重。古说过懂妈妈会安尼哦，很多妈妈会这样吗？对，就是生完小孩免疫力下降，因为养分都给小宝宝了。对。体质如果也变呢，会，好像体质就整个变了。对。按讲给朋友也是拄到安尼的情形。对，然后我就拿给他洗，然后他也是想说洗看看，然后也是洗了几天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阿如，你那个手工皂洗起来好舒服哦，味道好天然哦。”所以我就更加觉得说，对，我要走手工皂这一条路。对。就我们要做很外围的人吼，我唔会做。如果想讲做饭件应该够简单。好，所以就会觉得，做手工皂应该很简单吧？是这样吗？没有，它有很多小细节要去注意，像那个油脂的种类要怎么搭配，还有碱液的浓度要去算它的皂化价，不能算错，因为你算错就做不起来，就会软绵绵的，要不然就会松糕，像那个糕饼这样你一碰它就整个碎掉了。对，然后还有那个植物粉要怎么添加，那它的比例。还有搭配它的精油这样子，这些细节都要特别的去注意，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做皂的过程中是很疗愈到我的身心灵，哪怕今天花了3个小时，我还是觉得好像过了3分钟而已，而且做完我的心就很开心，所以我就一直投入在这个里面，甚至还积极的去进修相关的课程，像中草药的。还有芳香，还有这个手工皂计划，就希望我的手工皂能更天然，然后更具功能性这样子。对。因为你刚刚讲那种很多贵斗的做法吧，好步骤，我听了就开始懵了。不过你刚刚好多的时间，你都还过有兴趣。对，可能这方面真的有一点天分啊。你没有感觉？有。有。因为我平常站一下我都觉得腿很酸，但是站3个小时我都不会觉得累。你感觉这个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让你觉得哇，我真的都不会累，真的很喜欢。如果它换成陶艺，会有不一样。应该是那个过程之中疗愈到我以外，我还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因为其实皂艺啊，你可以上网查，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成功。可是我只要像我们这一次有跟一个可可庄园的同学合作，像它最大的元素就是可可嘛，跟咖啡。只要你告诉我你想加入什么，我就很喜欢做研发，然后就可以把它做出来。而且顶多失败个1次2次，我就可以成功了。可是很多人是做不起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哇，可能我这方面真的很有天赋。给造诣还嘛个东西，造诣就是加什么？
氢氧化钠先加入跟纯水结合之后，然后再看你要加什么油。像我自己是有自己的习惯，我是不太习惯用动物油，我喜欢用植物的，像棕榈油、椰子油、橄榄油、甜杏仁油，这些就很好用了。甚至你要滋润一点，我们可以用可可脂，或者是乳油木果脂，然后就把这些植物油跟这个氢氧化钠加水之后结合在一起，它就会慢慢变浓稠。糖液了会简单啊，可是你说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对，因为它变浓稠之后，你要看它有分3种，light脆，然后还有中等的程度，就是看它浓稠的中等，还有到很浓稠。然后你要自己去判断它是到什么阶段。像我们会做一些渲染的话，就要它在不是很浓稠清脆的时候，就要开始把它开始调颜色了。那如果一般我们这个皂像这种就是中脆，那如果说像刚刚这个跟木鳖国学长合作的这个是单一个，我就会打到比较浓一点，然后直接进去到那种吐司磨肠的。对。我说甜分都会按嘞。对，分很多种。你去给它分类出来，你可以自己联想，规冲压给时间会动用哪些长途，通常是对的。就是先去救国团有学过嘛，然后后来我有去拜师学艺，到高雄找一个名师，学了半年。呀，还有名师哦。对，就是人家介绍的，也花了好几万。对，很贵，名师是很贵的。然后从你第一次里，我真的小看了手工皂。我跟你讲，你入坑这个几万块是小事，其实这边后来学个裱花，1天1万。对。哇哦！也个后门真影很深的呢，对，真的很深。难怪人家，因为几多人去做一件事情，嗰种人可能我别人如果感觉也个系几简单，其实唔係，唔会做到几好，它其实是有很大的成本要下的，包括时间，还有钱的成本咩系。刚才你更加看到有非常多，看起来很好吃嗰好食的产品。不过也地波有乜嘅好门嚟，我哋等下聊一下甜，我继续请钟毅先生来同我哋分享。非常多种的福喜类嘅现场，我哋今日嘅来宾系树工环境韩国田野树作嘅公司钟毅先生。头先生有讲到讲，以为开始接触到手工皂同共生饮的有关，就系这个嘅免疫力下降、体质改变，故所接触了以后，发现这个有一个才情，有一个天分，发现自己有天分。对，可能更加呢，如果开始向老师来讲解，因为也大过看到非常多，看起来很美味啊，可以有个好吃，然后都是你自己这个研发的产品。对，我先同俺们讲的这个最早期的是哪一个？最早期的是靠近你白色的那一个，对，那是我们当初卖的最好的，而且因为牛奶跟皂一结合，就是牛奶不能太高温，如果你太高温，它做出来就会有那个化学作用，它做起来就会变咖啡色，因为那个皂液跟那个植物的油混合的时候，它是升温的化学作用，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那如果你变色了，变成咖啡色或棕色，代表你已经做失败了。对啊，所以这一款皂不好做。那时候我们这一款就卖得很好啊，也很多学生来学，因为觉得哇，来这边学用很轻松的方式就学会了。不然还要把它泡在那个冰块里面，有没有？我以为用冰块、冰水，然后这样慢慢打。还有人打了2个小时哦，都还没好，还是液态的。都没有变浓稠，像那种优格有没有？类似那种感觉就可以倒出来当模具了。结果它也是稀稀的，像那种牛奶的感觉。对。难怪你的学费会按贵，因为你按的因此，如果你一个冲优的步骤你超给，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无法知道你哪里错。对。如果你 take 录给用这样做，它都没有成功。对，它就会一直没办法凝固，就算它凝固了，隔天。它出来
你怎么切，它还是软趴趴，没办法像这样比较硬。因为我去跟这个老师学，它是比较新的技法，它不用像别人要酿造到30天那么多，它大概1个礼拜就够了。哦，收长按胎差那么多，对，就归在这边。啊，古种如黑有年份按到，因为你讲呀，这就已经很多种口味了嘛，吼，讲呀个牛奶的麦芽青好，啊，不过你还可以去研发各种不同样的颜色跟口味啊呢。对，那我们还是像我们的工作室的理念是天然草本安心制造，所以我们还是尽量以天然的素材去做。对，因为本身我自己皮肤也容易过敏，所以我也不会用那种就是比较不天然的东西，像什么抗菌剂啊，或者是添加很多珠光粉这一类的产品。对。啊，还有个薄板发膏。对，是因应季节这种推出的嘛？还很如黑我美的，感觉也可以困起了个灯影像，看起来很可爱的造型哦。这个是因为我对阿婆的思念才做的哦。对，因为以前我们家如果拜拜的话，那个阿婆就会一定会准备这个薄板哦，然后拜完的时候已经会留给我吃，因为阿婆已经不在了啊。这个是因为我想到说。要来上这个节目，我想借这个节目表达我对阿婆的思念，所以我把这个薄板做出来。哦，对，哇，还有一个无想到有安尼的故事呢，吼，如果想到每一屯安尼客家，当然每客家人有薄板啦，可是它就是代表了你对阿婆的想念嘛。对，哦，刚还有其他的型的哦，还有吃的，还有饭头，就是各种。对，那像。有柿子跟花生是我们客家的那个客家庄常看到的那种吉祥的元素，然后代表好运年年，就是好运的意思。那我就想说，把这些客家的文化跟客家精神加在融入我们的手工皂，然后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哦，隔壁个港妹色的那个橘色的，它是港妹哦，因为就是我的 logo 是一个带着笑脸的港妹，然后想说这个也可以代表我们的工作室，所以我就把它带过来这样子。哦，啊，有的都会从俺们看到有个很像月饼哎，很像月饼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前2年吧，有1年的那个我们都会。3大节庆我们都会推出我们的限量手工皂礼盒，那这个是前2年，有1年我就发想把这一款做成我们的中秋节限定礼盒，然后卖得很好，然后有一个客人买了很多，还送去给他住香港的亲朋好友。哦，对。啊，你很用的研发工，因为你家的东西，你家的东西有特别去挑选过，还没？有，像。刚刚最中间上层的中间那个讲过是之前我们就是热卖款，所以我有带过来是加牛奶的。那右手边上排右手边那个燕麦是我最新研发的，是我有洗过别人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进步空间，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好洗，所以我自己就在把小缺点稍微改一下。那这是我们就是上完那个科委会的课程之后推出的燕麦皂，然后还有这个上排最左边这个是可可，因为我们同一组的同学有人是有在卖可可，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以加入这个元素，也算我们屏东客庄的在地食材这样子。那右下排的右手边那个左手香。那个好像也是我们南部才有的那种植物，对。那皮肤过敏的人好像还蛮喜欢用这一款的，对，还有木鳖果，对，木鳖果也是我们科委会的那个，算我们的学长，他是第1届，然后我们这一次是第2届，然后他就很热情提供他的木鳖果跟我联名这样子。你上个月屏东客庄3亚杯培力课程，对，还没学习过多啊？那个你觉得学到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学到最多的就是以前我做作品，我觉得我在我的工作室，我只会注重我的作品，
对，我觉得只要把手工皂做好，然后品质稳定，让大家喜欢就好了。那我上了这堂课之后，我就会学会看我的品牌整体，那我就会去看我的包装设计，还有顾客体验，以及整体的行销策略这样子。我记得我们课堂上老师常说，品牌是有灵魂的。然后我就在想，那我的品牌灵魂是什么呢？然后想了想，我该用什么办法把那份温暖，还有用心，以及生活的美好传达给客人。如何讲送案的课程，把你的想象的东西可能够具体化，好，如何按用的黑体具象化在俺的产品当中。啊，以前可能都会比较朴素，俺的东西好都好诶，迄上好的路底讲，光朴素可能不行。对，我觉得还是需要包装，因为经过包装，它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而且现在的人都是网络购物，对，那我们老师也有教我们一些使用网络的一些软体，像 Canva AI 软体来帮我们做一些文书的工作，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像我就可以去做创作，或是想出更多新的灵感来做手工皂。超过还包括更加贵市行的 AI， 对，没有拿来用。对，因为我们老师说，拜托你们不要再当原始人了。然后这句话就有打击到我，因为我就只会简单用 Word 帮学生做一些文书资料。然后我就毛起来问我先生跟我女儿，他们 Canva 都很强，然后他就教我，然后现在我的 Canva 就用得还不错。对，然后 AI 没有拿来用哈？有，我就把两个结合。应该是说以前我是想得到做不出来，现在是想得到，但是有办法做出来呈现给大家看。像我就有办法就设计出我们工作室的吉祥物，一个招财神兽。对，你讲如果你可能有一个想象，不过设计做出来，有时候新的科技都会可以囤天数。对，那你会问 AI 事情吗？你会啊，像我要来就是来这边被采访嘛，然后我就想说，有些就是问题，我觉得我不太怎么回答，那我先把我想要说的话问他，然后我就会。就是老师说要对他凶一点，不用客气。那我就说，我要你给我最好的答案，不要让我上台丢脸。然后他就会，好的，我知道。然后老师说，你会不会公认真啊回答？比较认真回答的。对，会。然后老师说，通常不要把他给你的第一次的答案就说好，要跟他说不行，我需要更好的。然后他就会再给你另外一个版本，然后你自己再去比较哪一个比较好，比较适合你这样。嗰種自己一定沒有發現講，去上嘅一條課，第一行嗰度新的東西、新的工具拿來用，就會優化很多。對，因為可能那壓力盒就是一看入底，難怪你說賣啊貴好啊，一定會很好賣的感覺。謝謝。就考試就會增加東西還係貴好誒。唔過提供我用的包裝，我用的行銷，它賣出去的就可以賣到香港了。對，所以教錯韓國多的東西，真嘅會給自己很優化呢，會規模共用啊呢。對啊，像我的學生就會因為說，我有把這個作品跟有賣到香港這段話放在我的粉絲專頁，他就因為這樣，他就更勤勞來跟我學，因為他覺得。哇，老師好厲害哦！他也希望他以後他跟我學了之後，他變成講師，甚至他也是開工作室，那他的作品也可以賣到國外這樣。然後剛好他國外也有一個朋友這樣。因為一般人講到手工番梘，講到手工皂，可能不會想到，可以賣到國外。大部分會想的市場可能比較國內。
比较不会想到很远。可是你愈做多呀，可能后上的愈会，我也可以学习啊。头都综艺欣赏你有讲到讲，除了这个做这个研发，还有几道教学，我哋等下可以多分享一些同教学有关的经验，咁我哋可以试下查，等下个继续多做来打嘴鼓。分享到这了，福起来嘅现场，头多综艺欣赏同俺人分享到一做一个手工番茄吼，几十万哦，几针织，如果引起花好几万块，不止哈，还不止，好洗那东西，几攀的花钱，还够花时间，引起研发，然后做出很多很美的手工皂。俺还买俺攀的谁呢？我会舍不得洗，会不会有人会这样跟你讲？会啊，我有学生有一个从我开业跟我学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他说他从一开始跟我学的，还有我私底下送他的皂，他现在还留着。我说你留着干嘛？你可以洗哦。他就说他舍不得洗，因为他想要留下来做纪念。嘿吼，因为龟脑真紧会唔攀登呢，就不想要看着它一直消逝这样子。对，而且因为做手工皂的关系，我跟那个学生就是有点像好朋友的关系。有一次他很夸张他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品牌的经营的那个理念是以人为本，所以我们都会常常关怀学生这样。然后他说他有一次连续发烧4天，40度，然后他说他都没有想到任何人，只想到我。然后他就下班的时候打给我说：“欣赏，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想问你。”我说：“这么晚了，你打给我什么事？”他说：“我已经连续发烧4天了，40度，你觉得我正常吗？”我就赶快问我先生说：“老公，你觉得他正常吗？”他说：“不正常就要看医生。”结果他还是很固执他还是没有去看。然后隔天听说是家人叫救护车把他送走。对啊，不正常，也有大部分医生，没大部分欣赏。对，所以屯好上那个唔咩枪毙都会搞东西，你可以屯人交朋友咁样安尼。对，因为我们都会关怀学生，然后不定时也会在赖的官网分享我们的开课讯息，然后还有一些手工皂的保养方式，就是让学员可以互相交流这样子。我头都无聊嘅时节，先生讲，笨蛋其实就会在听这个爱编讲师，唔系爱做人脉嘅蛮有趣的因为大部分人做诶，为什么你那么快就会觉得说我不是要销售，然后为了搞配音？应该是跟我的个性有关，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就是讲钱，而且我自己不喜欢勾心斗角，我觉得很喜欢这就是自己安安静静的做自己喜欢的事。那我自己又喜欢做研发手工皂，然后就很有成就感。那我觉得当讲师就是可以人与人的互动，而且很有温度。对，然后又可以用我的专业陪伴别人。然后学生又会在做手工皂这个过程，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皂液的搅动，然后我们加了一些天然的植物粉，还有精油，当那个香味慢慢散发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整个静下来。而且这是一种温柔疗愈自我的方式。对，因为一开始得到嘅疗愈，系对做的过程。对，所以你也想把那个做的过程分享给陪你。就说如唔係愛出家買一塊番茄棍，唔係安尼，如係假使唔上去落好，因為你是得到的療愈係一個過程當中對。不過一開始你怎麼好上來對那來？你的學生要從哪裡來？所以我們大部分的學生都是跟我買手工皂，然後是客人，然後買了之後覺得不錯，然後就來跟我學。像我兒子的同學的媽媽啊，或者是我去吃飯的時候，因為跟我併桌認識的
那个大学生，他也就这样来跟我学。为什么那么可以并因桌？为他觉得跟我谈话，他觉得我这个人还蛮好相处的，而且也可能我跟他聊天有展现出我对手工皂的热忱吧。对。然后后来他毕业之后是在县政府工作，他也推荐他的好朋友来学。对。故说一开始除了讲你就是连并桌吃饭都有这个吸引力以外，你很常遇到这种状况吗？如何赏分你陌生人也都可以变成你的学生？还蛮常陌生开发的。对，连我妈妈还有我老公，都觉得你怎么那么神奇，而且你的手工皂到底卖给谁？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做，然后刚做好一批，出去就有人说，我刚好要买什么手工皂，我说我有在卖哦。他说好，那我跟你买。你讲路风哦，出去都路风。对，像不是路人，就是可能早餐店然后去吃素食餐厅的时候，老板，对，然后去逛百货公司，可能买个洋装，然后小姐说，哦，你搭配很好看哦，颜色很会搭配哦，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说手工皂。他说，哦，那我刚好皮肤也很过敏哎，那你有推荐什么的吗？然后我就跟他讲，他说好，那就付我钱，说那明天帮我送过来这样子。屏东的太平洋百货还有义大购物广场都有我的客人。就那个是赏分你第到讲在做手工番茄呢，对，就可能会变你的顾客或学生了，都不经意的。个奇妙呢就可能你想要做讲师呀，件事情都会本身都有一个天分，好适合当讲师。可是你搞的时间听起来应该也是够有成就感对，因为我就是看我教学生的过程中，像我记得我开业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很害羞，他来就说，信商，我是第一次做手工皂，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完成这个手工皂这样，然后我就拍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啦，我们一步一步来。然后当作品完成的时候，他就一边笑一边跟我说，都掐欣赏，我真的没想到我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作品，这样。所以我看学生在这个就是来学的学员，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这也是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然后你谈下来，我感觉讲，去好嘅人应该如果有成就感只要去接触的人，大概都会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学生上手，然后他上手之后呢，他才会慢慢给他进阶的课程，不能一开始就给他太难了。如果给他太难，他有挫折感，他下次就不会来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其实他来学习，我觉得他学习只是一个因，他真正是想要被理解的心，被重视。所以当我们像学员如果是第一次来上课，我就会怕他找不到我们家，我就会去我们巷口的 7 去接待他们。那来我们的工作室上课的话，你所有的打造工具跟材料都不用带，你只要带颗快乐的心，我们都帮你准备好好的。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工具，我们都会事先在课堂之前都会全部用酒精消毒过，所以来的话都是很安全卫生的。还有我们的工作室的装潢是用像这种木头座椅搭配自然的材质，然后就是因为木头的材质会让他觉得很放松，所以我们一般来上课的话，我们还会注重要让他们比较放松一点，所以我们还会放一些轻音乐，还会放那个疗养机，放出那个香氛，然后让学员在充满香氛与音乐的氛围中专注的学习。所以我希望就是想要营造一种氛围，就是让人家一进到我们的教室就感觉到很安心的气息。对。你可以搞好差不多100位1对1人啊？我们是小班制，我们一般就是1对1。太小班了吧？或顶多可以到1到3啊。可是我觉得上这种课程的几乎都喜欢1对1，喜欢被老师灌注这样子。而且他们来，其实我觉得专业是其实最主要，我是觉得他们都是来
疗愈被疗愈。对，因为我都觉得他们是我是当倾听者，他们就会一直讲他工作上、家庭上，一片粥一片。对，然后我就会，哦，然后等做完的时候看他们很开心，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比较不适合责骂，就是尽量是鼓励的方式，然后他们觉得在这边有疗愈到，又很有成就感，他下次还会想再来。而且老师也有说，其实品牌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情感的共鸣。我也是这样觉得。哇，真的是好伤害，如果你真嘅，如果会关心人哈，就是你说以人为本呀。对，如果你可以用数共反感，也给吞人关心配人，就是你心里其实有很想要关心配人呢，也给想法啊，家人手工皂，太多也看事情。因为我觉得手工皂不只是可以帮助我自己，也可以帮助到别人。这样。姑说，其实你这个就是你的宗旨了，对不对？对。姑说，你不会去想讲我要达成什么目标哈？好像现在在做的就是你的目标。对。哦。姑说，我们只在听我的体压杯计划黑马给，现在就是你最满意的时候嘛。还可以喊熊会做吗？还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先生跟我妈妈都会鼓励我说，虽然你的技术很好，但是他希望我走出这个工作室，去跟社区或学校多做连接。所以像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就是有在国小当的那个客家社团手作的老师。然后教小朋友一些跟客家有相关的课程，像蓝蓝，还有安菇贵的钥匙圈，对，如果你给疗愈的旅程，样样都韩国的年龄层哈，韩国的某 Q 用给你，因为我也很喜欢小朋友，那平常我有空我会去幼稚园当志工妈妈，免费的教幼稚园的小朋友手工皂这样子，是比较简单的，是皂基做的这样子。对，好呢。今天非常感谢钟毅先生同俺的分享俺精彩的故事，希望一切顺遂。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寻粉丝专页夏日甜橙手作坊。多谢，噶撒下来观众朋友莫转台哦，听人欣赏好好运通。观众朋友，有请许多福起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還有天一眼人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起來嘅最新消息。